今天是2005年7月17日，藏文课是第48次。今天是复习前边学的4页，再学新的4页，动词就学完了。藏文文法的难关就过去了，后边就很好理解，很就是没有什么难点，就跟学这个单词学句型一样就过去了。咱们先翻到100页，先把上一次的4页读一下。那nampa namgi puchung gawar chebe yobje genthang kjöthang medogi chungwa nam ker ongso terlunbye戒行的空尼信度扎巴九巴郎西外当妹内给别重度去拱手体内爱罗永北南度秋路南秋落给开胃吉沃感激你堂菜能叫巴拉提囊度撇笑提你爱给米安提约读吧提阳提对气笑有把记当包钱呢开让妈妈的确所听笑也用松提单在一旦啦听把谢讲一切米翁上第二哈记给测度林波日巴坚记得呢假片你听红我养吐落度座位让人难得着即将听着呢爱能耐切开胃并参血爱给怕叫你爱让给女儿抗越的12月呢加嘎啦开着粗开马啦波的他人话忙包开呢来不用空错鱼度罗宋切错的囊度南宋爱南米通话堂阿妈鱼度五行罗庆拉妹阿拉养却给爱拉养潘扑波让切呗拉妈马尔巴堂结尾恰当 K 西松达有技能给包拿人
爱马家塞当，论别买吧，塞多，改别买吧，古记，古阿妈谢多，长塞那人，推脱没事儿。这是新课了哈。好，咱们开始学啊。先翻回来这个103页最底下那个，读一下它的这个讲语法这几句。这个现在我们学的是述说动词，述说动词就是那个说字儿，就是谁谁谁说，谁谁谁说，就是这个字儿。它有几种表现形式。这个前边学的呢都是这个像颂啊什么，反正就是咱们平常见过这些。下边一个啊，他说借携谢专用于引语之后，就是在那个说的话后边说借，与引语之前的述说动词呼应，共同构成谓语。这个借些谢受前音节的后加字制约，其受制约的情况呢跟这个不定指代词，就是那个叫记习习这个呢一样。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最后那个系是后加字是撒的时候，它俩就是光这俩对应，后加字是撒就用这个系。然后这个最前边那个记，它是三个情况，就是卡塔爬，后加字是卡塔爬，这三个的用记，剩下的都用那个习，所以那个习是那个大包揽，就是剩下的它是跟的最多，你就记前后这两个，就是最后那个系只对撒后边就跟系，前边这个记呢跟的也少，只有三种情况，就是卡塔爬，除了这四种，剩下都用习，这个慢慢记，慢慢记，慢慢熟悉，慢慢就有印象了。这个情况呢，在咱们书第2章第5是29页，你记个页数，回头你那个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到那个29页查一下就行。他们常与句中词哦结合成接哦、写哦、谢哦，就是挂个句号，就是说了这样的话就完了。这三个呢，咱们也读一下啊，这样就是有一点印象，你反正后边就会熟悉一些。接哦。写哦，谢哦，咱们学第一句啊，下边是他就是用这个，就是前边有拿来，后边有这个借，中间包的就是他说的话，这是他的一个常用的形式。참새拿来，婆罗门说什么呢？后边就这话了，这个说给波拉因古日且借哦。你看那个先说最后这个借哦，前边说拿人就是这个婆罗门说，后边就是说的话，说到哪为止呢？说到那个借哦，他俩之间有个就好像起前后引号的作用，所以这个藏文这个也很方便，就是什么是说的话，什么是叙述的话，他这个很清楚。然后看他说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给包了就是对着国王，或者是说反正要对国王做什么，对国王做什么呢？后边有一个动词叫宁古尔且，这个且是一个助动词，就是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做一个宁古尔。宁古尔是什么呢？宁古尔就是供养侍奉两个意思，供养侍奉。供养一般是指的什么财供养啊，这个什么就是这样的供养。侍奉是指的这个住在他身边照顾他。这个宁古尔包括这两个内容。那个侍奉经里头经常译叫亲近城市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宁古尔。说的什么话呢？说对国王做供养吧，这是这个婆罗门说的。说对国王做供养吧，这说了这么一句话。后边呢是皮妹那人，皮妹是妇女，女人。
这是他一般意义上的女人。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故事，前边这个有情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他两口子之间说的话，所以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说什么呢？说忒米勒，那不好嘞，扎西得嘞，这个都是好的意思，那不好。那个说供养国王吧，实际上你看下边翻着说宴请国王吧，他那个供养实际上这属于财供养，就是把国王请到他家里来，让国王吃顿饭吧，就是这意思。看来这个婆罗门也是很有资格的了。妻子说呢，那不好。你看他翻的时候还加上口去，那可不好。这个就是你来体会他那意思，自己来加的一些传神一些。为什么呢？他后边说理由，说给包底对巴切，给包底对巴切，这个国王贪欲大。你看这很简单，国王这个国王呢，贪心大，贪心重。你翻的时候切是大，你那个翻的时候你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去看用什么词儿合适。他这翻的是这个国王贪心很大。然后呢，春巴绰度翁邪哦，春巴是井，水井，很简单，春巴就是井。绰前边刚学过，上师把他的那个簪把绰了一下，就拿到里头去了，就是强夺，就是这个抢劫。绰度翁这是一个来，就是基本含义是来，另外它有表未来的意思，将会。翁说这个会来，就是说这个将会这样，就是将会往前都倒着，将会夺井，就是他来了呢，一吃这个饭，这个水为什么这么好啊？他那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宝井嘛，他肯定要问说这个水为什么这么好啊？然后你就得说我们家这个井啊是怎么好。对，这国王贪心重，他就会想办法呀，反正就是把这个井夺到手。他有好东西他就要弄到他的手里，所以他说春巴绰度翁，就是翁就是将会夺什么都倒着来，将会夺井，他译的是会来夺走宝井的。所以你把这个基本含义理解准确了，具体的说翻译的时候怎么用词，那是另外一个技巧，你可以任意发挥。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你看他们所有说的话呀，都是什么呢？前边有拿人，后边呢有借哦邪哦。那个他夫人说的话就是拿人，然后忒米类一直到完，然后加个邪哦，就是前后有引号，就是标得很明白，从哪儿到哪儿是说的话。这个很重要，到咱们那个易经的时候啊，从哪儿到哪儿是引的佛的话，然后是这个论理的话，你这样就能分清楚。好，咱们来这个一般呢，他这个藏文里头这个引的话都很清楚，就像这样。但是有时候呢，他前头用后边不用，有时候呢后边用前头不用，所以这个你熟悉了之后啊，得有一个判断，就是从哪儿是开始引的话。咱们读一遍啊。长塞那人，给包了宁古日切教，给包了宁古日切教，给包了宁古日切教，皮妹那人，皮妹那人，忒米嘞，给包底对把切，给包底对把切，春巴绰度翁邪哦，春巴绰度翁邪哦。再看一句，说帕提七卡尔，帕提七卡尔，
他是父亲，他是那个父亲，气是死，卡日是在口上，卡不是口吗？当口，然是在，就是那个拉丁就是叫地点一个吧，在口上，当口，在死的当口，也就是在临死的时候。哎，他这个卡日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是吧？哎，说那个父亲呢，在临死的时候，这就成了时间语格了，就不是地点了啊。下边普拉丹巴，普拉丹巴，对儿子，对儿子后边这个动词，这个丹巴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教导、教授，哎，教导，它下边译的是教导。咱们佛经经常译教授，这个教授跟教戒内容上有点区别，虽然都是教，教授是教正面的东西，教戒是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教授是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哎，这个丹巴是教授，但是有时候他也那个，因为他是教导的意思嘛，有时候可能那个教戒的东西呢也可能用，反正就是教东西。这个父亲在临死的时候呢，教导儿子说，下边说的话了。这个教导就变成了说字，这也就变成了述说动词啊，就是说教导什么后边的话，说他雅七瓦迪银，他雅七瓦迪银，哎，这个动词呢应该后边读轻声。现在我气瓦就是死，敌在这儿，银是现在我是要死在这儿了。你来这个体会这个，现在我是要死了，哎，它下边是现在我就要死了啊，就是这个就是好像也有时间的意思，就是这就要死了，哎，现在我这就要死了啊，马上就死了。下边啊，缺让丹巴汤，缺让丹巴汤，这个缺让呢，缺是你，让是自己，说你自己，这个只是对他儿子说了。丹巴是什么呢？丹巴是这个这个词儿的这个就是本意是依靠、委托、依托，依靠是它的最基本含义。依靠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用的它的这个未来时，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所依靠的。那个未来时不是表示所吗？哎，所依靠的。所依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走上社会之后啊，他会找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相信谁，我就依靠他来发展我的事业，就是找的那个所依靠的，就是你所信任的人，就是指的这个人所依靠的人，这是一个。唐是和后边啊，丑包你是朋友。你到这个社会上你要发展，你得先找一个依靠，比如说你看中这个公司老板了啊，你依靠他发展，或者是什么，反正找一个依靠。然后还要有朋友，就是有同事，有这个周围的人，一个是你找依靠，你所依靠的，一个是你的朋友，这两种人，这个你不是两个，就是这一个是找的所依，一个找的朋友，这两种人。然后呢，让心安静，让心安静，让是自己，心是咱们说了就是如像什么，像自己。但是呢，这个说像自己，这个呀如自己，就是自己，这个词儿就是自性。让心就是自性，他这译的是这个本质。这个自性就是咱们前头讲过，自性的基本含义就是自体、自己、本身，所以它也就是本质，就是自身，自身就是本质嘛，本来自己的那个东西，自性。这个让心在佛经里头最常
这个用的意思就是自性。养心如自己，就是你自己，就指的就是你自己的自体。养心自性，他这为什么他这不依自性依本质呢？因为他这说的是人呢，你说自性啊，这个含义太广了，就是说本质，就是这个人本身。然后俺就是坏，这个人呐，本质坏，这个人这个本性坏。这怎么说呢？咱们大家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坏人。经是和下边切热穷瓦了，谢热是智慧。你看他这是这个咱们说过那个说谢热是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常用的词，就是咱们在汉文里头呢，由于咱们不愿意用智慧，因为智慧世间人一般也可以说智慧，咱们那个佛教大智慧出世间的也可以说智慧，所以容易混，中国就用了一个般若来区分开。他这儿你那个因为藏文呢一般是意义，他就不区分，所以他这用的是这个，这就是平常含义的智慧。凶瓦是少小两个意思，这就是少。也可以说大智慧小智慧，当然一般说呢智慧多智慧少，智慧少反正就是说这个愚痴一些吧。拉是对象，马戒马戒就是不做。看对他儿子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你不要做，不要做什么呢？对着前边就是说你自己不要做，这是主语谓语都。然后宾语是什么呢？就是所依靠的人和朋友这两种人呢，这两种人呢，然后是自性坏和智慧少的。对于自性坏和智性少的人呢，不要做你的所依靠的和朋友的这两种人。就是在这个自性坏和智慧少的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们，针对他们，你不要拿他们做你自己的所依靠的和你的朋友这两种人。这么个关系，这是说的话。下边啊，体类多巴了，体类类有这个从的意思，还有除此之外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出来。体类我上边说的这种智慧少的跟那个什么本质坏的人，他之外来从他出来，也就是除这样的人之外。然后呢，夺巴是什么呢？是阻拦，这个词非常常用在佛经里头。夺巴是阻拦，一个意思是阻拦，还有一个意思是扭转，就是他方向正朝着那儿，你给他拧回来。阻拦就是不让他往前发展，给他截止，给他打断。扭转就是不但给他打断，给他把头拧回去，让他倒回去，让他这个往回走。两个意思。这个培类夺巴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那个从那个就是跟那个呀相反，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咱们佛经经常以相违，就是跟他就是相反颠倒对着干。你看，或者是阻拦他，或者是扭转他，都是跟他对着干的，就是反正是把他那个给他弄回去，给他顶回去。所以呢，培来夺吧就是跟他相反的，这意的是啊，这下边意的就是与此相反。所以这个要记住这个词的本意，这样你在这个词在其他的语境里头啊，句子里头你才能够就是译的合适，不能死记这个相反。它主要意思不是相反，它主要意思是咱们基本说的那两种意思，阻拦扭转。然后它实际上这一阻拦一经扭转啊，基本含义经常佛经就译叫相违，就是跟它不一样的，跟它相反的。然后这个夺巴拉是什么呢？是貔貅。记住这个藏文句子啊，它经常前边说了，后边就省略。
你去跟上边那个词啊，经常对着去记去。上边一个句子最后是个茄，虽然是马茄，就是做。后边这个 k 咱们学过，它跟茄是那个意义完全一样的，就是另外一个词儿，也是做。它实际上就把很多话省略了。前边说做所依的和朋友，这个还是说的 k 一个 k 就是做所依的和朋友，就是找跟他相反的那样的呀，你把它当成所依的跟朋友。它这一个 k 你跟那个上边句型一对照啊，它省略了很多东西。说不要找那个本质坏跟那个智慧少的人做朋友，做所依。你要找跟他相反的 k 这一个就连做朋友所依一下省略了，就这样。最后笑就是说了，说完了，这是后引号。前边呢是这个达姆巴，是这个教导，这是前引号，中间是话。所以藏文里头这个引语啊，一般还是比较清楚。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你们可以随口问啊。咱们来读一下他这个话啊。Pati chikar Pati chikar Pula damba Pula damba Thanga chiwa di yin Thanga chiwa di yin Kyrang danbatang Kyrang danbatang Chobo ni Chobo ni让心安静让心安静谢热穷瓦拉马界谢热穷瓦拉马界提来多巴拉提笑提来多巴拉提笑好，2句了，咱们再看下边一个啊，说接写谢还是上边那仨啊，就是后引号，还常与表假设的连词拿结合成接呢写呢谢呢，还经常这个做设问语去句子的谓语，这是什么意思呢？拿不是如果的意思吗？说假设如果说很简单，就是加上拿了，就是如果说，就是你就译这个句子，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话，假设说这样的话，一般就译如果说就行了。主要读一下啊，是让你注意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声调。另外这有一个打印的错误，中间那个写那它有一个点儿什么下边有一个点儿得去掉，下边那个顿号得去掉。它是一个词，中间就一个上边的点就完了。咱把这3个读一下啊。接呢，写呢，写呢，就注意它的声调就行了。下边看头一个句子啊，就是什么叫如果说啊。开巴日丢巴扛写呢，开巴日丢巴扛写呢。开班是智者或者叫学者，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技能的人，技师师傅。这个师傅不是指的那个教你的师傅，就是说这个是电工师傅，那个是什么钳工师傅，那种就是有某一种技能的人，开班就是这个。丢吧就是它的根本含义不是说是这个形成转变哈，在这儿呢它也有是的意思，它就是不是有很多词都有是的意思吗？它也是的意思。扛是什么？什么是智者？什么是智者？这个扛也可以说什么样的人是智者？你也可以这个根据句子发挥去。什么样的人呢是智者呢？后边这个就是这是前边的问话，后边就写拿就是说如果你要问，假设要问
假设要问说什么样的人是智者呢？你怎么这个抓他的特点呢？所以说译的时候可以说，如果说或者说假设问什么是智者呢？看他的定义啊，说且诈其心切保，且诈其心切保，且诈其心切保，且诈其心切保。且诈，这是一个佛经里头，尤其是咱们唯识论点里头，其实佛经里头都经常用的。什么呀？就是差别，就是那个自性差别的差别。且诈，这是很常用的。它的这个基本含义啊，差别这是一个常用了。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基本含义是个别，就是跟那个一般相对。你比方说一般人，这个且诈就是指个别人，就是各个人，别不同的人，具体的人。那个一般呢，像那个基，就是一般共同，那就是指这个共相，大家一块儿一块共同特点。这个且诈就是指各个的特点，各个的这个，所以它转译出来差别，个别、分别，还有一个意思是分别。分别的意思呢是说，总的来说是这样，分别看是怎么样，那个分别实际上跟那个别的意思这个差不多，所以记住基本含义是个别。这个经常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差别，差别这就稍微有点引申了，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别那个别，你就是合起来，这就是一些差别嘛，所以差别就包含了很多种、很多个、很多类型，参差不齐的，这叫差别。且诈啊，这就是差别。起心是如实，起心是像那样。它是什么样，你就像什么样，像那样。佛经里头经常也译如实，就是它是什么样，你就像什么样，那不就是如实吗？这个不走样，起心像那样。切保是什么呢？切保就是这个基本含义是揭开、分开，你记分开吧，就是把这个东西分开，然后它有揭开的意思，就是你原来一看啊，你看不清整个一个东西，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把它分析一下，分开，也等于是揭开，把它的本来面目揭开，分开揭开。然后呢，就引申出来抽象意思呢，就是分析、剖析。咱们有个词叫剖析，就是把它分解、分析一番，剖析。实际上要简单的就是分析。这个一分析呢，实际上这也叫什么？也叫分解啊，叫解释。这是引申出来两个抽象意思，一个是分析，一个是解释。你把它分析之后，我明白了，把它分别的解说一下，解释一下。这个具象的动作就是分开、揭开，把一个东西给它扒拉开；抽象的就是剖析，分析。解释，把它搞清楚内部是怎么回事。现在呢，这个就来分析一下，说，什么是智者呢？说这个能够如实的分析、解释差别，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内部它有很多差别了。你要是说我就知道个名字，那你就不算智者。说我能够把它里头的这个组成部分呢，分析得很清楚，把它的差别说得很清楚，里头一共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哪部分起什么作用，等于说有知识的人就是智者，就是这个意思。能够如实分析这个差别的，他这意的是什么呢？说就是能够如实区分事物本质的，这是他这个译句子的时候来了一个这个发挥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差别，就是指的那个东西里头的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谁跟谁有什么不一样，那叫差别。他这在这个地方呢，他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你把他的那个内部都分析得很清楚了，实际上你就了解了它的本质，所以他译成这个是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来译成这样的。等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知识，你对这个事物了解，你就是智者。下边再看啊。基布伦巴康写呢，
Gibu limba kangsena. Gibu limba kangsena。Gibu ge 是生灭的那个生，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无到有生出来，一个是从小到大生长起来，这是这个生，这是生的这个过去时。仆是儿子了，这个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做这个名词词尾来用的。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要是直译呢，就是生者，就是出生出来的东西。一般呢是指这个有生命的东西，一般是指有情，所以它呢这个一般就是指什么呢？叫一般的义就指人，或者叫这个什么士夫啊，什么反正就是一般就是指人。如果你要是这个一般的句子，你说翻译人就够了，这就是对了。但是有时候呢，比如说像那个《金刚经》啊，什么人相、我相、众生相。他弄了一堆吧，好多词儿都是人的意思。你说你也不能说人相，所以呢，他就要详细区分的时候呢，这个就按照他的本意就是生者。生者实际上就是能生的东西，被生出来的东西，什么就这个意思。一般就是指人。楞巴是这个叫渔夫，这个傻子、笨蛋。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智慧少的这类人，愚蠢的人，反正就是这个 Gibu 是人，楞巴是笨蛋，合起来呢，就是还是个笨人，就是愚蠢的人。他这翻的是叫愚者，这个翻文雅一点就是愚者。扛什么？他省略了那个 Giruba， 省略了是。什么是愚者呢？什么是笨蛋？什么是傻子呢？如果说什么是傻子呢？如果问什么是傻子呢？后边定义看啊，什么是傻子？说开街娱乐弥勒宝，开街娱乐弥勒宝，开街娱乐弥勒宝，开街娱乐弥勒宝。开巴前边是名词，就是智者。这个开呢，就是当动词用的了，就是叫精通。一般它最核心的含义精通，因为智者不是咱们说它基本含义是精通某一个技术的人，他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精通，叫这个善用，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词就记精通就行了。精通是后边什么呢？是卡是做的未来时。这个咱们说过，未来时表所，它跟这个动词一结合呢，就是所精通的。所精通的。于是地方、家乡、地方、范围，所精通的范围，所精通的领域，所精通的领域。对于所精通的领域，是你精通的领域，这就是智者的这个知道的领域了。就是因为你精通嘛，这就是智者嘛。智者所精通的领域，对于智者所精通的这个领域、这个范围的东西呢，弥勒宝不学习。不学习智者所精通的知识范围。你比如说人家木匠精通一个领域，你呢不去学，这就叫愚者。就是不学习就叫愚者。这是什么里头啊？这也是一个这个格言性质的啊。意思明白了你看他翻的是说不学习智者必备本事的人，这就是这个意义，就是他是本来是所精通的家乡、所精通的地方、所精通的范围，所精通的领域，本来是这个意思。他这译成必备本事，这是意义。好，咱们来读一下这4句啊。开班丢把扛写呢，开班丢把扛写呢，且诈起心切保，且诈起心切保。
给不能把康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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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解于拉米罗宝，开解于拉米罗宝，开解于拉米罗宝。开解于拉米罗宝。好，最底下一行说戒、邪、谢，加了一个撒，加了一个撒呢，因为它这个不是单独一个动词，所以你也说不上它是这个什么时啊，什么态啊，它就是有这么3个字，就是前边那个说字加上一个撒，它的意义稍有变化。你看啊，说用于引语之后，前边是不带撒的，就是说的意思。后边再加上撒是什么呢？可以单独做谓语，就是说它不用前边加拿人啊，不用前边麦吧呀，不用前边来这个配合，它单独就可以做谓语。这个用的还是挺经常的，也可以与其后的另一述说动词共同构成谓语。另一述这个就是它后边还可以再加述说动词。这个介邪谢受前一节后加字制约的情况与介邪邪相同，只是其中的谢往往用邪代替，就是说后边是撒，后加字是撒，本来应该用谢，但是有时候呢它不用谢，用这个邪，为什么呢？以免与动词谢相混，就是这个谢加一个撒呢，正好跟那个知道泄热那个谢一样了，所以他为了防止你以为是知道什么东西，不是说什么东西，所以呢他经常用那个不会误解的那个邪来代替。就这么一点意思，就是它跟那个介谢那个区别就是什么？那个经常是做后引号跟前边配合，它如果加个撒呢，人们就知道单独可以做谓语，就是不用加前边的那个引号。然后这个它呢单独作为后边还可以加其他述说动词，就是这个用的情况非常多，可能是最普遍的吧。咱们来看例子啊。君给帕瑞律所写，君给帕瑞律所写，君给帕瑞律所写，君给帕瑞律所写。君咱们学心经都学过，叫这个不虚不假哈，这就是虚假，谎言，基本含义是虚假谎言。K 是句格，用谎言，以谎言为这个工具。帕瑞是对方对岸，你看帕瑞都亲吧，到对岸，帕瑞是对岸，它就有对面的意思，前面对面，瑞是岸，是边儿，对岸实际上是指什么？就是对方，就是你比如说你跟别人说话，那个对方那个人就是帕瑞，就是你对面的。律是欺骗，引诱欺骗。你要记个诱骗呢，就是基本上概括了。如果分2个词呢，就是引诱欺骗。引诱实际上就是欺骗，因为你不能直接告诉人家，你那个先想个办法引诱，那显然是这个另有目的哈，这就是欺骗。诱骗就是说是说的这个句号，邪就是说单独做谓语啊。这个说什么呢？说用谎言欺骗了对方。你看下边译的用谎言啊，这一个字不差。说是用谎言欺骗了对方，就是你觉得他信了，我骗了他了啊，你这么说。后边啊，Nyamna让你，Nyamna让你，Nyam 是心想，也很简单，咱们在那个心经里头也出现过，这个其他句子也出现过。Nyam 就是心想，拿就是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用心想一下，让是自己，逆是本身，逆就是本身，就是前边那个东西，逆就是自身自己，就是指的前边那个东西。自己什么就是自己，就是强调就是自个儿，这是强调
这个一个是强调本身，这个逆经常被译成性，性质的性。哎，这儿你像攘逆也可以译本性，本性就是自身嘛，一个意思。哎，说如果想一下呢，本身怎么呢？律把淫，律把淫，律把就是诱骗、欺骗，淫是欺骗了自己。说是欺骗了对方，如果想一下呢，其实是欺骗了自己，想一想是欺骗了自己。这个咱们懂佛教因果的就更懂这个东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欺骗是一种恶的行为，你肯定有恶报，所以就根本连这个自己别人都不用说，而且是自作自受，你遭恶造不到别人身上，所以一定是你自己有恶报。语法意义呢，就是说这个邪可以单独做谓语，就是不用加其他词，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是萨迦格言，后边撒是萨迦格言，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君给帕瑞律所邪，君给帕瑞律所邪，君给帕瑞律所邪，君给帕瑞律所邪。念那让你律把音，念那让你律把音，念那让你律把音，念那让你律把音。再来一句，说给包念的，给包念的，念是爱好喜欢。你要是记字儿少了，可以记喜好，不过记字儿少了，有时候那个掌握不住他那个本性哈。爱好喜欢，就是这是爱好喜欢的敬语啊，你记个敬字是个敬语。念的，给包念的就是国王高兴了，国王喜欢了，国王高兴了。然后这个呆呢，现在就变成了，它是一个停顿哈，它就变成了一个冒号，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等于它省略了说字儿。实际上要是译的时候应该是啊，你看下边就是说国王高兴的说，他把那个说给省略了，因为有个呆，它就成了一个冒号。下边就成国王说的话了，说却给所擒诺，却给所擒诺，却给所擒诺，却给所擒诺。你带句格就是有你，所是生命，所是生命，前头也出现过，所是生命，就是命，就是一条命啊，这个生命这个词儿很不好，这个就是琢磨他的自性，他这个就是生命，勤是布施给，它基本含义是给。咱们佛教呢用这个一个词叫布施，它基本含义就是给，挪就是句尾词，就是句号。国王高兴的说什么呢？你给命，你给了一个命，就是救了国王一命，你给了我一条命。他这个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这儿他就是表示感谢的意思。你给了我一条命，邪所，这个注意那个应该是本来是三声，但是因为后边有一个轻声，所以可以广升下去。那个降的时候呢，就直接降到这个所上，就邪所就可以了。国王高兴地说：“你给了我一条命。”他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个邪，你看就他一个，不用前边不用后边，就他一个，可以作为这个大概是说话的说字里头用的最平常的、最多的。读一下这个句子啊。给包念的，给包念的，却给所擒诺邪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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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一句，给别推盖界学吧，给别推盖界学吧。由国王，这是主语了。推盖是那些话，那些话是指上边的话。推盖盖是话嘛，
那些话，上边那些话。见说那些话。薛哇是什么呢？是请求汇报。这个下边意思叫禀告，就是别人对这个国王有一个汇报，这个报告啊，也叫报告。两个意思，一个是请求国王干什么，一个是向国王说明什么情况，报告什么情况，这就是报告。国王是主语，这个是宾语，说上那些说那些话的报告。报告说了那些话，报告说的那些话，这是宾语，后边是动词。三是听闻的敬语，听的敬语。三就是这是过去时，就是听了。国王是主语，听了是谓语。听了什么呢？听了这个汇报说的那些话，就是上边汇报的那些话。那也是以后国王听了这个汇报之后呢 ，rubdu gade rub 是极上，就是很rubdu 就是加一个土也地，就是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然后这又成了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把说又省略了，一就是好像打了一个冒号。这一下边是什么呢？是 Kindaki nama Kim 是家，达是主人，家主就是叫这个就是家主，就是家长。家长呢，有时候是对于家里的人说他是家长，对于外人呢就叫长者啊，就是当家的啊，什么就是咱们汉语里头这些，这就叫长者，这就是比较这个大家就咱们这叫员外什么这一类的比较尊称了啊。Kim 大就是主人，也就是主人。这个 Kim 大给nama 是什么呢？ nama 就是妻子。他这个一媳妇啊，容易咱们汉语里头媳妇有时候指妻子，有时候指儿媳妇，是吧？所以媳妇有时候会混，他就是妻子，nama 就是妻子。然后这个说长者的妻子，这是国王说的话，说长者的妻子，然后挺亲切，挺是什么呢？咱们前边学过一个词儿叫体扔，体就是这个的头一个字母加上那个枕报体，人是รา给故人啊人，就是รา给故人啊人，就是今天的意思。声母是日，韵母是英，日英ring，今天体ring就是还是今天，那个今天，体ring说的快了，或者是写的简化了，就停，就体ring把它简化成了停就是今天，体ring是今天，停也是今天的简化的写，读也就简化了，就跟说不用俩字儿，说甭，不用甭，就成了一个字了。今天怎么着呢？亲切就是咱们前面也见过一个是亲什么，好像就是亲切，就是从今天开始，或者是到此为止，两个意思。你看这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它有的事儿呢，它是说到此为止怎么着，有的是说从今天开始怎么着。这个地方呢，它显然不是到此为止，因为你后边一看它这个意思啊，它就能判断出来，它是从今天开始。亲切，亲是到今天，切画个界限，从今天到今天这个时候画个界限，从今天开
开始干什么呢？后边啊，牙堂明星度桥，牙堂明星度桥，牙堂明星度桥。牙堂明星度桥。先看最后这个动词是恰，恰是做的未来时，就是将要做。将要做什么呢？看图前边，将要做明星。明星是什么呢？是兄妹。明星就是兄妹。这个米拉日巴那个句子里头出现过，将要做兄妹，从今天开始将要做兄妹。谁呢？是这个长者的妻子。国王说，长者的妻子从今天开始将要做兄妹。这是少了一个人，他一个人怎么做兄妹呢？少了一个人，前边牙堂，我和他将要做兄妹。就是国王要和这个长者的妻子呢，就是拜兄妹，就是兄妹名分。这个故事啊，可能是哪个呀？就是那个国王到他们家吃饭，因为进去闻着他们家特别香，说怎么你们家这么香啊？然后这个说他老婆说呀，我们家从来不动烟火，从来不生火，是这个他老婆是天人下来的。我具体情节忘了，前头还出现过这个句子是吧？忘了，反正就是那个不动烟火，所以他们家供佛的那个香啊是这个特别香。后来这个国王听说这个事儿之后，知道这个他老婆是一个这个艺人了，高人啊，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说从今以后呢，跟你就做兄妹。可能是这样啊，咱们为了理解记住，就这么加个情节。最后啊，鞋嘎在多，鞋嘎在多，鞋就是整个国王说话的就是这么你看前边没有说，前边是日不嘎的，非常高兴，结果呢就说起来了，没有说，就是这么一个说字，就这个把整个句子，这个鞋前边肯定是说的话，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你就得来判断一下。他听了这个之后特别高兴，下边就开始说了，实际上就这一个鞋做这个东西。后边这个嘎在咱们也学过，说这个嘎是话的敬语，说的话的敬语，在是这个就是做说说话，这就是敬语，就是国王呢一般人就鞋就完了，国王呢还要加个敬语，所以就这个尊敬的说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一类的意思了。好，这是语法意义也很简单，所以数学动词语法意义很简单，就是你就搞清楚啊，从哪儿到哪儿是说的话，主要是这个作用，搞清楚这个就行了。好，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改变体改节学吧，改变体改节学吧3年，日不嘎的，日不嘎的，听大给那么，听大给那么，挺亲切，挺亲切，牙堂明星度桥，牙堂明星度桥，鞋嘎在动，鞋嘎在动。好，最后一句咱们就休息。拎包嘎尔给，拎包嘎尔给，拎包这个笨蛋的那个拎巴，你看左边跟他平着拎巴是一个枕包，还有的那个笨蛋拎巴是下边写住，这个大臣是上边哪弱，你这个慢慢可以对比记它。这个拎包呢，就是不是笨蛋是大臣啊。这个卡日是那个藏王派这个大臣到汉地来求文成公主的那个代表团团长啊，他非常聪明，这个叫卡日，
这个译的叫噶尔，因为它这个卡前边有前加字，所以不送气，所以读噶日，噶尔。大臣噶尔，然后加上句格，它是主语，干什么呢？给别重度亲的，给别重度亲的，国王的面前，从面前，亲到，走到国王的面前。大臣噶尔走到国王的面前，这还来了一个到国王驾前啊，这就是你来文学，你来这个随便这个发挥了啊。禀到啊，你看他是说话不说禀，这个你说就说一个说也没问题啊。这冒号下边说了，说什么呢？给那给哈记，这个给那是汉地了，叫这个黑色的地方，就穿黑衣服、穿深色衣服的这个地方。这个哈记就是汉地的公主，这个태용丹真贝，他也丹是做的垫子，真是引导带领到坐垫这就是迎请，说他也要迎请他，也要迎请他。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噶尔跟这个大臣们都在藏王，就是这是松赞干布了，在藏王前边议事，说这个国王啊要跟其他国家这个搞好关系啊，这个应该这个联姻，应该去求亲。说跟谁搞好关系呢？说首先是这个尼泊尔了，那个西藏离尼泊尔挨着嘛，你这个尼泊尔公主说要迎请一个尼泊尔公主，然后这噶尔呢又给国王出主意，走到国王面前说，汉地的公主啊也应该迎请，也要迎请她，就是要娶两个，加上个仨，对，就是由于，这就前头整个句子成了原因。由于汉地的公主也要迎请呢，后边噶囊瓦日修，嘎是敬语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指国王的话。囊瓦是允许批准，允许批准。这个允许批准话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国王这个请你发话，就是承诺。囊也有承诺的意思，承诺话就是汉地的公主也要允许，所以呢，请你大王啊承诺话，请你大王发话，就是你说个话吧，你说点个头，我们就去迎请，就这意思。后边这个求是请求，这个米拉日巴传那个句子咱也出现过，求就是请求，请批准吧，请发话吧，这下边写的是请下令吧，反正都是怎么表达的另一回事了。就是说发话、批准话、承诺话，因为跟用的敬语肯定是让国王说你批准吧，你发令吧，求就是请你发令吧，后边写叙所，写是说，这是后引号，这个噶尔说的话到此为止，后边徐就是前边那个徐的过去时，就是请求了，请求说，跟前边那个连起来，请求说了这样的话。噶尔走到国王面前，请求说了这样的话，说什么呢？说汉地公主也要迎请，因此呢，请国王下令，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呢，国王就下令了，结果这噶尔就带着代表团到汉地来，这个请公主来了，就是这样。语法就是很简单了，就是最后这个写就是一个，前边也没有数所动词，后边
哎，你看后边这有述说动词了，就是说这个写后边可以加述说动词，就是说什么说呢？请求说、请示说、哎，报告说、禀告说，哎，可以加其他的述说动词。好，咱们来读一下这一句啊。伦包嘎尔给，伦包嘎尔给，给别重度亲的，给别重度亲的，给那给哈吉，给那给哈吉，太用单准备，太用单准备，嘎囊瓦修，嘎囊瓦修，写虚说，写虚说。好，休息一会儿。